親愛弟兄姊妹，母親節快樂！好開心今日見到大家一齊嚟到敬拜，亦都喺個節日裏面去慶祝母親節，獻上感恩。我係本堂嘅義務傳道人梁卓波，我叫阿坡，好多人都識我嘅應該。歡迎大家嚟到崇拜。今日嘅經文係喺提摩太後書1章1到7節。3章14到17節，請大家一齊檢查下手機有冇放到靜音，或者可以熄咗佢。多謝大家合作。我哋特別歡迎有新嚟嘅朋友。我哋一陣會後有豐富嘅茶點啊！特別強調今日真係好豐富，一定要留步。如果唔留步咧，你就好可惜啦。咁咧。一陣整流部就一齊有多啲溝通嘅時間啦。咁上一週我哋係有福的確據嘅20講係上一節嘅講道系列嘅最後一講，經歷生命嘅蛻變。今日係有一個新嘅系列。咁我哋一齊為到今日嘅崇拜嚟禱告。親愛天父，我感謝讚美你。我哋藉着死而復活嘅耶穌基督與神和好，可以成為神嘅兒女。我哋亦都可以與人和好。求聖靈藉住神嘅話語帶領更新我哋嘅心，仰望天上嘅盼望。喺呢個混亂多變嘅世界裏面，隨時都用神而嚟嘅平安。將我哋今日嘅崇拜嚟獻上感恩，讓神你繼續保守我哋今日嘅牧師嘅正道，讓我哋喺你嘅話語裏面得着更新嚟改變，讓我哋可以合神嘅心意。讓我哋恭敬嘅將今日醒景嘅崇拜每個環節交到主嘅手中，求主你帶領。咁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求，阿門。使徒信經係信仰嘅內容係建立喺耶穌12使徒嘅教導上面，從早期嘅教會直到今日正統嘅教會都認可嘅。咁我哋當中基督徒能夠得着信心嘅鞏固。好，請大家站立，我哋一齊以使徒信經嚟表明我嘅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又童貞瑪利亞所生，就本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3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請仍然站立，我哋一齊以詩歌嚟讚美神。相信大家都會記得下約書亞書裏邊所講嘅故事或者歷史。摩西死後，耶和華曉諭約書亞，耶和華曉諭講：從曠野和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黑人的全地，又到大河日落之處，都要作你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進入我向他的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讓我哋靠着神嘅愛，剛強壯膽，走出我哋人生嘅曠野。
再拖延，已褪色的意志，求突破，放下昨天軟弱時，站在壓迫前，重實你的恩典，離開糾纏，靠上帝同在抗戰，帶着信心起來，跟隨終會見，實於以信實來對，晝夜要思念，進行一切律法，前或退，腳步沒有偏差，闊步壯膽起來，剛強不要懼怕，無論路那地亦能高攀，望上帝升旗飄揚，真理實踐，延續這使命，讓你差遣，行出佳美路線。邁步進迦南，以決心挑戰，神導引，約櫃已走在面前，對住眾水流，停住約旦河，離開漂泊，願靠上帝掌舵，經萬里要成，聽角聲呼應，憑着信，盼望再經歷傳奇，從上帝的名，前路快將開啟，齊聲呼喊，看吧城牆在塌毀，帶着信心起來，跟隨終會遇見，神話語以信實來對，晝夜要思念，進行一切律法，前或退，腳步沒有偏差，闊步壯膽起來，剛強不要懼怕，無論往哪地亦能高攀，看上帝升旗飄揚，真理實踐，延續這使命，讓你差遣，行出帶着信心起來，跟隨終會見，神話語以信實來對，晝夜要思念，進行一切律法，前或退，腳步沒有偏差，闊步壯膽起來，剛強不要懼怕，前往裏那地亦能高攀，看上帝升旗飄揚，真理實踐，延續這使命，讓你差遣，行出佳美路線，行出佳美路線。約翰福音14章6節有一句好著名嘅經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芸芸眾生中有不少人窮盡一生去探索佢哋所認為嘅真理，其實最後都係徒勞無功。其實真理就喺我哋面前，就係接受神白白賜下我哋嘅恩典，耶穌基督，只有佢先至能夠使我哋重新做人，嚟更新我哋嘅生命。讓我屈膝，盡我一生，將我心單單歸向主。俗世所想，
全屬虛幻，唯獨你愛方永久。樂意甘心為你傾出夢與今生的理想，求你洗清我的過犯，求你潔淨我心，崇敬與稱讚都歸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容我再一次將心歸你，令我再次更新蛻變。萬有的主為了創生，你竟甘心犧牲，寧願捨身來換我救贖，無盡愛意為你傾，崇敬與稱讚都歸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容我再一次將心歸你，令我再次更新蛻變，崇敬與稱讚都歸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容我再一次將心歸你，令我再次更新蛻變，容我再一次將心歸你，令我再次更新蛻變。以下彼此問安時候，主與你們同在。願你平安。願主看顧你，願平安歸於你，願主保守你，一生直到萬代，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我的主真的愛你，願主看顧你，願平安歸於你，願主保守你，一生直到萬代，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我的主真的愛你。弟兄姊妹平安，兩個禮拜都冇見大家啦，咁我係而家歡迎我哋有新嘅朋友喺我哋嘅當中啦。咁我哋我係鄧立明牧師，係中文堂嘅主要牧師，咁係代表教會啦。就上個禮拜我哋有周牧師同埋Monica 師母係過嚟香港度假，又係參加我哋歡迎佢哋小珍嘅老朋友咯嚇。咁另外咧係有老朋友翻嚟啦，阿 Tina 同埋阿蕭太，我哋歡迎佢哋喺我哋當中，特別喺母親節嘅日子咧係去歡迎佢哋，精神都好好喎。佢兩姊妹咧，嗰個白頭髮咧好有型，我覺得遠遠見到佢哋㗎啦。咁就 Ada 啦喺我哋嘅當中，我哋都歡迎我哋第三次嚟到我哋嘅裏邊。好，咁我自己咧就上兩個禮拜咧就去咗同埋迦南堂嘅主要牧師啦 Alex 啦，咁就去咗美國芝加哥嗰度嘅3一神學院裏邊咧就有學習。我哋其中一個學習嘅課程，咁嗰個學習就好特別嘅，咁有12個教會咧，就喺當中咧一聚集，咁去討論咧。其實我哋最主要咧就係話，嗰個課題咧，重複嘅課題就係咩咧？就係同下一代、兩代之間嗰個嘅溝通。原來嗰度非常重要，同埋兩代之間嗰個嘅大家彼此嘅配合。因為喺我哋移民教會，其實我哋係咪移民教會啊？弟兄姊妹，我哋係咪移民教會啊？係咪移民教會啊？
梗係移民教會啦，大部分都係移民過嚟㗎啦，係嘛？咁移民教會同埋下一代嗰個溝通咧，就一個非常重要。咁對我嚟講咧，真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教會咧就喺過去嗰20年裏邊咧，係原本係兒童主學做得唔夠好嘅，青少年做得唔夠好嘅，但係而家咧已經係可以已經有傳道人喺當中全部夾埋，我哋可以話咧一條龍服務。不過其實咧，從今年嘅年初開始嘅時候，我自己都有反思，會唔同嗰個我哋總共有9個堂係咪啊？加埋嗰個兒童主日學每個唔同嘅堂，聽唔聽得清楚後邊嗰個？得唔得？每個唔同嘅堂嘅時候，太多嘅分離啊，太多嘅大家冇乜嘅交通，咁以至咧其實咧對下一代兩代之間咧其實有好大嘅問題。不過而家我哋開始咧就醒覺啦。大家記唔記得我哋喺復活節嘅時候就邀請嗰啲年青人過嚟一齊咧同我哋係聚會，好唔好啊？大家覺得雖然牧師要講英文，你哋可能唔係好習慣，但係當中嘅時候咧，兩個交通，以至佢哋唔單止係喺佢哋青少年嗰個或者主學嘅裏邊，同埋其他堂都有交通嘅時候咧，對於將來咧佢哋嘅發展留喺教會繼續係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咧從呢個學習嘅裏邊咧，有啲學習可以帶翻嚟呢度，然後係幫助咧，特別幫助係有青少年嘅父母們啦。我哋點樣一齊去合拍？唔係話將我哋將小孩子嗰個嘅責任俾晒阿 Carmen， 俾晒 Carmen， 而係我哋一眾咧一定係去點樣去學習。希望大家可以配合，亦都係為到我哋下一代咧嘅好處。你話牧師，你咁太看重下一代喎，咁我哋呢班長者點樣啊？唔會㗎，唔會話係虧待大家。而家我希望，亦都知道大家心目中嗰陣時，我問過阿嘉姨，我哋今年嘅5年嘅計劃係專注喺年青人、年青家庭。佢話梗係啦，我哋都希望教會係可以順應落去。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個為到佢嘅祈禱，好唔好啊？咁呢個係我少少嘅報告。好，我哋俾翻 Andy。好，大家好，我係Andy 張牧師。咁有幾個簡單嘅報告啦。咁我哋首先恭喜Ian 同埋 Tracy 佢哋嘅細仔 Stanley 喺今個禮拜六就係喺我哋嘅大教堂英文堂嗰度舉行婚禮。咁係今個禮拜六嘅晏晝1點鐘。咁都歡迎大家，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都可以參加 Ian 同埋Tracy 嘅仔 Stanley 嘅婚禮，係禮拜六晏晝1點喺大教堂嗰度。好，咁跟住咧，我哋睇下我哋啲 slides。咁我哋有呢個母親節嘅特別茶點啦。今日係母親節，所以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咁我哋咧弟兄都有特別準備咗母親節嘅茶點，所以等陣大家記得留步。我哋有豐富嘅茶點，大家可以食下嘢、傾下偈。咁希望對於在座嘅母親啦，都係一個好好嘅慶祝。咁我哋跟住下一個 slide。今個禮拜三夜晚8點到8點45分，我哋有我哋每個一次嘅月中禱告會，咁都希望大家可以嚟參加啦。禱告係我哋教會非常之重視嘅，亦都係我哋基督徒嘅責任，我哋嘅特權。咁我哋唔單止要彼此代禱，我哋都要為我哋教會禱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抽時間，淨係得45分鐘嘅啫，喺線上嚟參加我哋每個月一次嘅禱告會。好，下一個 slide。呢個就係咧，我哋教會有一個每個月有一次咧，同英文堂一齊、波斯堂一齊，我哋有個義工團隊係做乜嘢咧？係我哋呢度有一個聖約翰墓園，係屬於我哋教會喺呢度冇幾遠嘅地方。咁呢個墓園咧係需要打理嘅，所以咧每個月一次咧，如果你對於譬如話做義工，特別係做呢啲清理啲草地打掃啲草地呢啲方面嘅嘢咧，特別有興趣嘅。咁 gardening 呢方面你有興趣嘅，咁就一齊去參加。咁如果希望可以報名嘅，就同我聯繫或者同Ken 聯繫都得。係5月24號禮拜六9點到2點呢個義工嘅活動。好，咁跟住咧，我哋有一個 Equip 每年都有一次嘅姊妹大會啦，係6月21號禮拜六，係同英文堂一齊嘅。
我哋有中文翻譯嘅，就會喺呢度。咁非常之好嘅，係專門係針對姊妹嘅教導，咁係裝備姊妹同埋讓姊妹明白點樣去彼此裝備啦。咁係一個好好嘅分享大會。咁如果你可以嘅話，希望你都可以參加。語言唔係問題嚟嘅，因為我哋會翻譯好中文嘅。咁我哋就同英文同人一齊喺呢度參加嘅，係6月21號。係咁 ，next slide。好，咁跟住咧，我哋教會有呢個英文嘅急救課程。如果大家想攞呢個急救嘅證書啦，即係無論咩原因都好，你想攞呢個急救嘅證書咧，可以通過我哋教會嚟參加，係有 discount 嘅，會平啲。咁係紅十字會舉辦嘅。如果有興趣嘅話，你都同我聯繫啦。咁到時候我可以話俾你聽。OK， 咁最後咧都係有一個報告同大家講嘅。係呢個報告咧就係我哋教會嘅江寶娟姊妹啦 ，Ada 江寶娟姊妹喺上個禮拜二就病逝咗，安享主懷。咁因為神嘅恩典啦，讓 Ada 姊妹咧因着信靠耶穌基督進入咗神嘅榮耀。咁我哋咧都為佢嘅家人祈禱啦。因為我哋知道 Ada 佢最大嘅盼望就係希望咧家人啦，佢先生同埋佢兩個仔都可以早日信主。呢個都係我哋基督徒應該為佢做嘅。咁亦都求神咧安慰佢哋家人啦。咁我哋會喺下個禮拜喺呢個禮拜三，即係5月14號禮拜三嗰日，朝早10點為江寶娟姊妹咧舉行呢個安息禮拜。咁喺司事台上邊咧，如果你入嚟嗰度咧，應該見到有一個登記嘅表格。咁都係因為係我哋主內嘅家人嚟嘅。咁可能大家唔一定同佢好熟，或者對佢冇乜印象。但係咧，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都希望大家抽時間嚟參加。係今個禮拜三朝早10點鐘嘅安息禮拜，喺大概喺 Strathfield 附近嘅呢個墓地嗰度。咁如果你需要大家安排交通嚟車你，咁你都可以喺嗰個表格度寫低。咁我哋都可以安排交通嘅。咁我哋為Ada 嘅家人禱告，我哋一齊嚟祈禱。父神，我哋得知呢個消息之後，我哋都覺得好震驚。咁的確，我哋嘅每個人嘅生命無常，我哋每個人唔知道我哋喺世上嘅壽命有幾耐。但係父神，因着主耶穌基督嘅救恩，我哋人生無常嘅生命當中，我哋得到永恆嘅盼望。我哋知道我哋從邊度嚟，我哋去邊度。咁父神亦都為咗 Ada 嘅家人禱告，咁為咗佢嘅先生、佢兩個仔，為咗佢哋嘅得救禱告，亦都為咗佢哋可以喺你嘅話語當中得到你嘅安慰禱告，讓佢哋知道Ada 佢因為信靠主耶穌基督，已經喺神嘅榮耀當中，喺神嘅國度入邊係冇痛苦、冇眼淚，係冇病痛嘅。咁呢個對佢哋家人係一個最大嘅安慰。咁父神亦都求你喺呢段時間，讓佢哋家人喺你嘅話語當中見到主耶穌所俾我哋嘅福音嘅盼望係如此嘅真實，讓佢哋都願意去了解你，願意去了解主耶穌基督嘅身份同埋使命，讓佢哋都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嘅救主，同 Ada 一樣都有呢個永生嘅盼望，都知道將來會喺神嘅榮耀當中。咁亦都為咗我哋教會嘅弟兄姊妹禱告，我哋當中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同 Ada 比較熟嘅，呢個突然嘅消息、突然嘅離世，對佢哋都係有好大嘅打擊。咁亦都求神你安慰弟兄姊妹，讓佢哋知道我哋嘅生命係神所掌權嘅，我哋嘅盼望係喺主耶穌基督身上。所以無論發生咩事，我哋都求神幫助我哋繼續定睛仰望主耶穌基督，我哋信心嘅創始成終者。亦都讓神幫助我哋喺呢段時間知道點樣去安慰 Ada 嘅家人。亦都讓我哋對於你嘅話語更有熱誠，知道我哋人生嘅盼望在於主耶穌基督。我哋信靠主耶穌基督嘅人係何等有福，讓我哋亦都願意去珍惜我哋喺世上嘅年日，唔好虛度光陰，
讓我哋願意去讓我哋世上嘅年日去為主而活，活出使命嘅人生。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好，跟住落嚟係讀經嘅時間。今日要講嘅經文係響提摩太後書1章1到7節，同埋提摩太後書嘅3章14到17節。而家又嚟讀出，奉神旨意，按照基督耶穌裏所應許的生命，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願因為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的主基督耶穌歸給你。我感謝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純潔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在祈禱中晝夜不停的想念你。我一直想起你的眼淚，就急切想見你，好讓我滿心快樂。我記得你無偽的信心，這信心先存在你外祖母羅爾和你母親有尼基的心裏，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裏。為這緣故，我提醒你要把神藉着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嚟。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而是剛強仁愛自制的心。提摩太後書3章14節。至於你要持守所學習的和所確信的，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並且知道你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在基督耶穌裏的信有得救的智慧。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以上神嘅話語，當感謝讚美主。母親節快樂 ，Happy Mother's Day！今日有冇咩節目啊？會唔會有咩食飯啊？好似我冇乜着落，你叫埋我都可以。呢啲年頭以嚟咧，母親節已經成為咧澳洲最重要嘅節日啦，係嘛？澳洲幾乎咧每一個人都會慶祝母親節，但係大家知唔知道母親節嘅來由係咩啊？有冇人聽過？咁我哋睇一睇呢個圖啊！其實母親節咧係有1907年咧喺美國開始嘅。發起人咧叫係 Anna Mary Jarvis 嘅女士。咁佢咧佢 Anna 咧，佢媽媽叫安妮。咁係一個虔誠嘅基督徒。佢媽媽係一個虔誠嘅基督徒，亦都係一位有11個孩子嘅母親。11個好犀利啊！佢非常看重咧神俾佢咧作母親呢個使命。咁當母親去世之後咧，安娜咧覺得呢個社會咧係對於母親冇真正嘅尊重啊，同埋呢個角色，所以咧決定咧係用行動嚟紀念呢個母親。咁喺一個主日嘅裏邊咧，佢教會咧就買咗幾百朵康乃馨，康乃馨就送俾咧會友嚟表達咧係對母親嘅感謝同埋敬意。佢仲有一個嘅少少嘅傳統喎。如果嗰啲女士們咧媽媽在世嘅，咁送一種顏色嘅康乃馨；如果媽媽已經過世嘅，咁送另外一種。咁呢個活動咧就好快咧喺全國嘅教會咧就已經傳開啦。咁去到1914年嘅時候咧，美國總統咧就宣布咗母親節咧成為全國性嘅法定節日。所以咧母親節就喺全國已經係普及啦。呢個就係嗰個背景。但係後嚟咧，安娜覺得咧母親節嘅發展咧，對於母親節嘅發展感到非常之不安同埋失望，因為原本咧佢為咗感謝母親嘅節日咧，就變成咩啦？變成送花、送朱古力、送禮物嘅大商機。呢個母親節咧，慢慢成為咧商業化，佢心裏邊就好難過啦。所以佢以後佢一生人咧，係藉住反對呢個母親節嘅商業化咧，而係去努力。咁樣咧，佢對母親嘅
佢唔希望咧對母親嘅敬重成為咧買嘢嘅藉口亦都喺今天咧可能成為咧子女即係母親節係孝順母親呢個藉口佢喺當中佢一生嘅佢安娜呢個人咧係一個好敬畏神嘅人啊！佢設立母親節咧，原本係感謝上帝為我哋賜俾我哋母親所以咧母親節源於教會一點都唔奇怪，因為基督徒咧比呢個世界更加看重母親嘅角色同埋價值嘅。喺聖經嘅創世記第1章我哋睇到啦，係嘛？神照住佢嘅形象做咩啊？做男做女俾男同女咧有同等尊貴嘅權柄管理地上嘅一切。對於當時3500年之前嘅讀者嚟講咧，簡直係不可思議嘅。男女平等簡直不可思議嘅。喺古代近東父權嘅社會裏邊咧，女人係次等公民，但係神咧完全顛覆咗咧呢種嘅觀念。喺創世記第2章啦，神做咗夏娃啦，成為亞當嘅咩啊？亞當嘅咩啊？大家點樣稱呼佢啊？點樣稱呼佢啊？幫助者 helper。呢個幫助者喺希伯來文裏邊咧係冇次等嘅意思嘅，因為喺聖經裏邊咧常常稱神自己為幫助者。呢個說明咧點解要幫助啊？因為男人唔足夠咯，男人唔掂先有人幫助啫嘛，所以佢需要女人嚟補足佢嘅缺陷。由佢喺家庭裏邊咧當中，母親女人呢個角色實在太重要。係媽媽將我哋帶嚟呢個世界，係佢餵養我哋，係佢照顧我哋，養我哋長大。大家有冇發覺咧？我有冇安全感嘅問題？你識我咁多年，我自己咁多年嚟講，從來冇安全感嘅問題，因為至少咧，我媽媽就讓我覺得有安全穩定。無論我害怕啦、生病啦，或者犯錯嘅時候，佢總喺嗰度。我爸爸好好但係佢嗰個時候育養我哋嘅時候，都喺外邊工作，努力工作，所以我哋更加感受到咧媽媽陪伴嘅幾咁重要。我哋長大咗之後，我哋更加明白啦。做母親咧真係好辛苦，大家同唔同意啊？同唔同意啊？做母親都好辛苦嗬。世界上冇比照顧小孩嘅媽媽咧係有更攰嘅工作。呢個工作係冇休息嘅，係嘛？24小時7、24嘅。咩時候細路仔需要嘅時候咧，媽媽即刻出現。所以咧，有時候我聽人講咧，你係做咩㗎？嗰啲女士講，我只係個媽媽 ，I'm just a mother。咁樣講係咩意思？我聽過，真係有啲難過，因為我只係一個媽媽呢句話係完全低估咗呢個偉大嘅角色同埋付出，係嘛？今日我哋將成功事業等同成功，我自己嘅媽媽，其實媽媽係一個非常重要同埋一個尊貴嘅角色。我哋今日所讀嘅提摩太前書更加話俾我哋聽咧，神俾母親唔單止係家庭主婦呢個責任，仲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屬靈使命。所以我今日嘅題目所講咧，我嘅題目係咩咧？大家睇一睇，係啦，我今日題目係 M&M。點解叫 M&M 咧 ？M&M 點解咧？唔係媽媽聲啊！又唔係咧，又唔係 M&M 朱古力嘅意思。M&M 嘅意思咧，我希望大家喺母親節裏邊，我哋思想下一個圖。母親節就係 M&M 就係 Missional Mothers， 使命母親。神俾母親嘅使命就係從小去建立孩子嘅身份同埋信心。M&M， 我哋睇下經文點樣講。
提摩太後書1章5節，我記得你無畏嘅信心，這信心先存在你外祖母羅爾和你母親友尼基嘅心裏，我深信也存在你嘅心裏。3章15節，並且知道你從小明白聖經。從小明白就係提摩太從小明白聖經。點解從小明白聖經呢？因為佢嘅祖母同埋母親從小教導。這聖經神使你在基督裏嘅信有得救嘅智慧。保羅喺度2次提到啲母親重要嘅角色。母親嘅信仰對於孩子屬靈嘅生命帶嚟深遠嘅影響。母親影響提摩太，外祖母羅爾同埋母親以尼基嘅真誠嘅信心，深深影響咗提摩太。從小喺教會裏邊咧，以聖經嘅真理幫助佢建立自己嘅信仰同埋身份。呢個說明母親呢個重要嘅使命嘅特別係女士們喺家庭裏邊將信仰傳遞落去。並且細心去培育孩子咧對神嘅信靠，成為跟從耶穌帶着使命一個門徒。其實提摩太嘅成長，大家如果係清楚啲喺使徒行傳裏面，我哋見到佢嘅成長其實咧，想象一下，一啲都唔容易嘅。佢家庭咧喺當時嚟講係一個非常複雜嘅家庭。佢媽媽係咩人啊？佢媽媽 Eunice 係咩人啊？係猶太人。爸爸係咩啊？爸爸係咩人啊？希臘人喎，喺使徒行傳裏邊嗰度講，佢係希臘人，就係猶太人眼中嘅外邦人。猶太人本身係反對外族通婚嘅，而提摩太呢個混血嘅孩子喺當時嘅社會，大家可以諗一諗，係唔會好被人接納。可能從小咧就俾人 bully 啦，從小俾人貼上標籤或者被排斥，有好大嘅可能。所以保羅喺提摩太後書多番嘅係去鼓勵佢。我哋亦都可以好合理嘅推測咧，佢父親好可能唔係一個信主嘅人，係拜偶像嘅。而佢媽媽咧，以尼基咧，係一個虔誠嘅猶太婦女，後來咧叛教。信咗耶穌，喺猶太人眼中佢係叛教，係等於背叛咗祖宗嘅信仰。大家想一下，壓力有大係嘛？喺呢個家庭同埋社會嘅壓力之下，提摩太點樣？提摩太點樣？佢可能會成日問，佢經常問自己：我身份係乜嘢咧？究竟我係猶太人咧？究竟係希臘人啦，定係猶太人咧？我究竟係基督徒咧，定係一個猶太徒啊？我身份、我價值，我屬於邊個群體？係屬於基督徒嘅群體啊？又或者屬於呢個嘅猶太人嘅群體咧？我人生嘅方向係做啲乜嘢咧？等等，大家可唔可以感到受佢嘅掙扎啊？可唔可以感受到佢嘅掙扎？嗱，其實呢一種掙扎咧，古往今來，古今中外，年青人都唔會陌生。有一項最近嘅調查，就係有幾百個青少年嘅調查嘅研究裏面發現咧，讓佢哋夜晚瞓唔着嘅，讓佢哋心裏邊係不安嘅，係有3個核心嘅問題。邊3個核心嘅問題咧 ？Who am I？ 我係邊個？呢個個人身份嘅問題。Where do I fit？ 我屬於邊度嘅？我喺群體裏邊嘅價值同位置喺邊度咧？第3個 ，What difference can I make？ 我存在帶來咩嘅改變咧？其實呢個係一個人生嘅目的使命嘅問題。其實弟兄姊妹，你哋有冇乜問題㗎？有冇乜問題㗎？或者你唔諗啫？其實我哋每個人咧，唔論咩年派，都會關於呢個身份啦、歸屬感啦，同埋人生嘅目的，
都有唔同嘅焦慮。特別喺我哋呢個移民嘅群體嘅當中，係嘛？嚟到唔同嘅社會，細路仔喺講英語嘅，而我哋自己本身自己嘅文化兩邊好大嘅衝擊。但係咧，呢三個問題咧，最近一個最新嘅研究表示咧，呢三個問題對於15到29歲嘅年輕人喺呢方面嚟講咧，同30歲以上嘅人係非常唔同嘅，係有非常唔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咩咧？而家嘅青少年同埋年輕人，佢哋成熟嘅歷程已經改變咗。成熟嘅歷程已經改變咗。點樣講咧？嗱，一方面今日嘅年青人咧，同埋少年人，佢哋邁向成熟成年嘅過程咧，係比以前快咗嘅，比我哋以前快咗嘅。大家同唔同意啊？嗱，佢哋生理上更加早熟，有女仔嘅有女孩，你知道啦。同埋咧，由於佢哋所見嘅網上又好，自己嘅旅行又好，比以前世代嘅人睇得更多，聽得更多，走得更遠，經歷更多。所以而家一個15歲嘅少年人咧，心智或者係身體上邊咧，可能已經係一個25歲嘅大人㗎啦，係嘛？有冇留意呢樣嘢啊？15歲而家係新嘅25歲。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唔好當佢係一個細路咁樣睇啦。不過另外一方面有一個難處喎，由於個經濟咧同埋唔穩定咧，房租同埋房價都好高，係嘛？佢哋要變得要佢哋經濟獨立，成為一個獨立嘅成年人咧，比我哋嗰個年代要更長嘅時間。嗱，一個25歲嘅年輕人，而家咧，可能就好似一個15歲嘅一樣啦，需要父母支持租金啦、生活啦，甚至手機嘅同埋上網費都要父母俾嘅，好似永遠都唔長大嘅。所以喺某一方面，25歲咧就而家係新嘅15歲啦。15歲係新嘅25歲，25歲係新嘅15歲，係咪好亂啊？弟兄姊妹，係啊。但係事情就係咁複雜。咁我哋作為家長嘅點辦咧？嗱，有兩件事希望今日話俾大家聽。有兩件事我哋今日可以做。首先咧，我哋要對年青人要有同理心 （empathy）。第二咧，我哋要幫助佢找到身份同埋定位。幫助佢找到身份同埋定位。我哋先講同理心。所謂嘅同理心咧，唔係高高在上嘅態度去對付年青人，又唔係表面虛假嘅同情。同情同埋 empathy 係唔同嘅嚇。sympathy 同 empathy 係唔同。同理心同同情唔同。更加唔好，我哋能夠咧係帶住批評判斷嘅眼光。我哋嘅同理心就係話同年青人咧，同埋我哋孩子咧有一同嘅感受。我哋走入佢嘅世界嘅裏邊，感受佢哋嘅心情。史丹福大學啦 ，Stanford 嘅設計學院咧，對於同理有呢個定義啦。佢話我哋付出努力去了解一個人。盡力去了解佢哋點樣做事，盡力去了解點解咁樣做，佢哋身體同情感上有咩需要咧？佢哋點樣看睇呢個世界咧？以及佢哋對佢嚟講咩係有意義嘅事咧？呢啲就係我哋需要做嘅同理心嘅一個嘅方法。換句話嚟講咧，同理心就係同年青人同行，同佢哋一齊去慶祝夢想，同佢哋一齊
失望同埋流淚。弟兄姊妹，研究發現係咩咧？最新研究發現嗱，當年輕人啊，被一班咧係有同理心嘅成年人去包圍、去圍繞嘅時候，佢哋自己都會變得有同理心。當青少年同埋成長中嘅年輕人被欣賞、被理解、被珍惜嘅時候，佢哋就會成為同理心嘅管道，讓呢份愛同埋理解去流向佢身邊嘅年輕人。我哋睇下呢個，嗱，呢個係教會我哋一直推動嘅我哋嘅祝福 Bless 嘅文化啦。祈禱開始，聆聽，一同食飯，以愛服侍，分享故事。嗱，呢個唔單止係對外祝福社區，弟兄姊妹，我哋更加要喺我哋嘅屋企裏邊，喺我哋自己教會嘅裏邊，活出呢個文化。我哋用同理心嘅係對待我哋下一代，其實每一代都需要嘅，特別係下一代。我用同理心嘅點樣？我要祈禱係嘛？聆聽佢哋，聽佢哋，唔好即刻就喺度話咁唔掂，然後陪伴佢哋一齊食飯啦，係活動啦，服侍佢哋，用我哋嘅生命嘅故事去鼓勵佢哋。不過今天咧，好多家長係點樣咧？好多家長咧，唔係聆聽啊，唔係聆聽，大嘅唔聽，而係咧聽從。聽從孩子啊，佢要乜就乜啊！我哋以為服侍孩子，其實係供奉公主同埋王子。請問大家，你希望你嘅孩子係一個百般寵愛在一身嘅環境長大，只會索取唔肯付出？大家有冇諗下死海點解叫死海啊？死海點解會死啊？死海因為只有流入冇流出嘅。你希唔希望你嘅孩子成為死海？同埋或者你希望佢成為神祝福流通嘅管道，將領受愛同埋恩典流出去，去祝福別人呢？有出有入，先有生命力。嗱，除咗同理心之外咧，弟兄姊妹，第二個我哋要做嘅，我哋要係幫助年輕人咧、少年人咧、細路仔找到佢哋身份同埋定位。嗱，最新嘅研究發現咧，13歲到17歲嘅青年人咧，佢哋感受到極度嘅壓力咧嘅比例，17、13度佢哋受嘅壓力嘅比例咧，係比其他人高。而最令人擔心係乜嘢咧？就係佢身邊嘅大人啊，13歲、17歲嘅大人，常常咧係察覺唔到嘅喎，唔知道細路仔咁大鑊嘅喎。呢個研究講壓力喺邊度咧？最主要係多方面啦，但係最主要嚟到我係邊個呢個嘅掙扎，我係誰呢個掙扎，身份認同嘅迷失，佢哋內心嘅心靈有兩個問題喺度吶喊：我屬於邊度嘅咧？我存在嘅意思係乜嘢咧？嗱，今日嘅社交媒體 social media 係點解年輕人咁中意咧？嗱，因為俾到人前所未有嘅連結啊 connection。嗱，可以跟另外一個城市嘅朋友講傾偈，
追蹤喺世界各地嘅偶像，喺世界各地唔同一端嘅朋友去交流佢哋嘅興趣。佢哋需要有社群，佢哋需要連結。而我哋做大人嘅咩咧？見到細路仔喺度滑手機嘅第一句做咩啊？第一句咩啊？將手機放低係嘛？當然係失敗啦嚇。其實我哋所要講嘅話，將手機放低，其實係咪再問一問，我哋係咪要了解點解佢咁渴望連結咧？有乜嘢更好嘅嘢、更好嘅群體，讓佢可以放下手機去參與嘅咧？呢個係咪一個最更好嘅問題咧？弟兄姊妹，研究話俾我哋聽，佢哋唔係淨係玩手機咁簡單，佢哋揾歸屬感，佢哋揾連結，佢哋揾社群。渴望有人去認識佢哋，明白佢哋，接納佢哋。而今日研究講出，今日青少年覺得身邊嘅大人，無論係父母啦、親戚啦、老師啦、教練啦、牧師啦，都太忙。太顧自己，佢哋冇真心嘅關心都冇關心我哋以前嘅家庭係孩子嘅避風港，今日就變成壓力同埋孤單嘅來源。弟兄姊妹，有一個研究者講得好好，佢話今日嘅家長已經將載孩子去上課同埋活動當作係支持。將活動安排行程當作係愛，當提供資源提供嘢俾佢哋，作為一個無私嘅養育，係咪好大問題？不過有一個好嘅消息，調查講過咧，超過80%嘅青少年點樣講咧？參加教會可以幫助佢哋減輕壓力。參加教會可以幫助佢哋減壓力。嗱，雖然教會活動咧讓佢哋更加忙，但係佢哋喺教會裏邊，讓佢哋睇到咩係人生真正重要嘅事，讓佢哋喺混亂裏邊咧係抽離，咁混亂嘅世界抽離喺當中係學習愛神愛人。研究仲有發現喎。有500位嘅團契嘅青年，佢問佢啊：你喺教會嘅團契裏邊，希望咧，而家你希望做多啲乜嘢咧？幫助你哋，你更希望有啲咩嘅活動咧？弟兄姊妹，你猜一猜喺教會入邊有咩活動更加好？玩手機，多啲 game， 打波，係咪啊？喺13個選項裏邊，佢哋選得最多係咩咧？睇下，佢好希望喺教會嘅團契裏邊有更多 conversation， 有更多深入嘅對話。第二，短宣。跟宣教隊出去。第三，參與服侍同埋社區行動。排到最尾嘅就一齊玩遊戲，奇唔奇怪？家長們、牧者們。呢個對你有咩提醒？所以我希望大家用3分鐘時間，同你左右隔離嘅傾下。呢一個頭先我以上所講嘅，
對你有乜嘢嘅提醒咧？我哋可以點樣做多啲嘢咧？啊，一齊傾下，一齊傾下，3分鐘。我希望多啲或者你唔同意都可以㗎，唔同意都可以㗎。傾下傾下。我哋可以點樣做咧？或者喺家庭裏邊可以做多啲咩嘢咧？幫助年青人咧？啊，你哋希望教會做多啲咩嘢咧？好啦，時間我哋翻嚟啦啊！嗱，我自己好坦白嘅同大家講啊，唔單止我同埋我哋每日中文堂嘅每一個牧者家長，我哋再唔能夠咧係將我哋下一代咧係 outsource 外判或者外包俾教會嘅兒童主日學啊！我哋唔能夠淨係將孩子交俾你啦！兒童主日學嘅 Carmen 啦，佢做得好好或者青年嘅團契嘅 Cullen 代表我交俾你，我帶佢翻教會就已經係將我哋嘅責任完成。呢個係唔夠。我哋計一計下數好唔好啊？計一計下數啊！嗱，一整年裏邊有人計過數，家長陪伴孩子嘅時間咧，平均超過3000小時。但係教會陪伴孩子咧，即使孩子每個主日都嚟參加聚會，一年咧就只有大約40個小時實際嘅教導嘅啫，係嘛？得啦嘛？3000比40，3000比40，75倍嘅距離。所以我哋唔能夠將教養嘅責任只係放喺教會嘅裏邊。其實教會嘅角色唔能夠代替父母，但係我哋咧需要裝備同埋支持你哋，支持你哋成為一個嘅首要嘅屬靈嘅導師。嗱，我哋會好努力，會好努力。我哋今年開始去到，讓教會咧同家庭成為一個同心同行嘅一個屬靈團隊，一齊去培養出我哋下一代。而我哋3位牧者我哋從上個月開始咧積極參與試年嘅事工。其實咧上個禮拜上次嗰個復活節嗰個英文講道，我都用咗好多時間，我都出晒汗㗎啦。嗱，復活期間我哋就崇拜啦。聽日我哋同 Carmen 同 Callum 咧，我會討論點樣喺家裏邊造就孩子，
成為小嘅門徒。我哋會更加咧係去弟兄姊妹同你哋點樣係去帶領家庭裏邊點樣去建立一個好好嘅一個文化咧。呢啲我哋唔會就咁將你哋差去某啲嘅講座。其實外面講座係有用，但係幫你差佢出去嘅時候，你哋聽到出邊幾好嘅時候，翻到嚟都係唔做嘅，係嘛？所以我哋要辛苦啲佢哋要辛苦10幾年，我就辛苦多1-2年啫，有排捱啊，細佬。好好嘅幫助大家喺家庭裏邊建立主嘅門徒，我哋一齊合作培養一個又一個又一個又一個嘅提摩太，好唔好啊？提摩太嘅外婆以羅，媽媽以尼基，從小就讓佢嘅信仰裏邊掙扎，再加上保羅啦同埋教會嘅帶領，提摩太就一步一步咧係揾到3個問題嘅答案啦。第一個問題係咩咧 ？Who am I？ 我係邊個？呢個係個人身份嘅問題啦，係嘛 ？Who am I？ 提摩太後書，我兒啊，你提摩太要在基督嘅恩典裏邊剛強起嚟。第一個答案係乜嘢咧 ？Who am I？ 答案係恩典，唔係靠我哋自己，唔係靠我哋嘅背景，唔係靠我哋嘅出身，全部都係靠耶穌基督嘅恩典。喺教會裏邊，我哋明白耶穌嘅恩典，我哋就知道我哋嘅身份，因住恩典係神嘅兒女，確實知道嘅。第二個問題 ，Where do I fit？ 我屬於哪裏？呢個群體中嘅價值嘅位置係咩咧？提摩太前書3章15節，你哋講到神的家，哇，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和柱石的根基。神的家，永生神嘅教會。Where do I fit？ 我屬哪裏？答案就係家，神的家就係教會。喺呢度，我哋有真正嘅歸屬感。我哋當然要努力要做啦，弟兄姊妹係嘛？特別係牧師喺呢度，每個人都被接納，係得到重視。第3個問題啦 ，What difference do I make？ 我嘅存在下一個，我嘅存在係帶來乜嘢改變咧？係一個使命再撳一下，係咩咧？你提摩太當竭力在神面前作個經得考驗無愧的工人。第3個問題嘅答案係咩？弟兄姊妹，使命。神為每個人都有計劃。當年輕人參加神嘅工作，佢哋發現人真正嘅價值同埋目的。弟兄姊妹，母親們，下一個圖 ，next slide。母親們，今日我向你哋致敬。你哋係 M&M Missional Mothers 使命母親，唔單止係生兒育女，亦都係屬靈上嘅培育者。當中嘅女士，即使你而家係冇孩子，你亦都可以喺教會成為屬靈嘅母親，去愛、去教導、去造就年青人。去聆聽佢哋，同佢哋傾偈，係嘛？同佢哋一齊去短宣，同佢哋一齊咧參與侍奉。你都係我哋嘅敬重嘅 M&M。所以為咗表達咧，係我對你嘅敬意咧，今日我哋預備咗咧2個禮物，就俾大家。首先第一個禮物咧，就係幫助大家點樣去祈禱。我哋要做一個點樣造就下一代嘅時候，首要嘅弟兄姊妹係咩啊？祈禱。咁啊，鄧師母咧將會咧喺我哋嘅群組與群組裏邊咧，就發出一個咧就係一個嘅叫做微信。咁裏邊咧有一段好短嘅經文嘅啫，
一段好短嘅經文，因為其實大家都已經喺參與呢個讀經計劃嘅裏邊咧，你都要讀好長嘅經啦。我哋唔再要你讀好多個經。咁呢裏邊咧，你就你每日咧，我哋就發一段30日嘅，我哋有幾個30日嘅一個祈禱嘅幫助大家祈禱嘅，為到你自己啦，為到你嘅孩子啦，為到你嘅家庭祈禱嘅。我好鼓勵當中嘅女士們，所有女士們，每一日用30日嘅時間做一個好好嘅30日已經係好好嘅，一齊祈禱。咁祈完禱之後咧，你喺個微信裏邊咧睇一段經文，你就打卡。打卡咧就係大家知道咧有幾人參與啦，同埋彼此知道咧，原來Jenny 又有喎，原來 Emily 又好好嘅喎，原來咧Winkle 又有參加，彼此嘅鼓勵，好唔好啊？咁啊，希望大家有一個嘅30日，有幾個30日嘅一個嘅祈禱，幫助大家祈禱嘅禱文。你祈咗禱之後，然後咧就喺個微信裏邊睇一段經文，打一個卡。咁可以彼此鼓勵，我哋造成呢個風氣。呢個我第一個送俾大家嘅禮物。咁第二個禮物係乜嘢咧？第二個我哋請司事過嚟啦，司事我哋出嚟啦。咁我哋請所有女士起身。咁第二個禮物就係 M&M， 咁梗係咩啊？就送禮物，女士們整起身。我哋有啲其實都唔使起身，你坐喺度啦，坐喺度我哋遞俾你得，我都知道邊個女士啊。快啲啊！俾啦！點解唔要啊？唔係啊，所有女士都有，邊個唔好啊？你邊個話咁講？你真係你應該唔俾好俾就唔俾茶頭去食茶點。所有女士都有。男士冇啊。不過咧，下一次父親節亦都有特別嘅應該會有禮物㗎最好啊，俾男士派啦，點解仲係女士派咧？俾 M&M 大家係咩意思啊？弟兄姊妹 ，Missional Mother。Missional Mothers 夠㗎，全部人都有啊，全部女士都有啦嘛，係嘛？唔能夠唔攞㗎，因為你係 Missional Mother 如果父親都有做 Missional Father 都可以攞嘅。好，我哋祈禱好唔好啊？真係天父，我哋感謝你俾我哋有俾我哋有母親啦，係點樣去養育我哋，從小係照顧俾我哋，俾我哋有安全，俾我哋有牧養，我哋都係感謝你。神啊，我哋都係求你都係幫助我哋嘅教會嘅女士們，佢哋都成為 M&M Missional Mothers 係帶住神嘅使命，點樣係配合教會嘅同工啦，教會嘅活動係從小。係喺呢個跨文化跨我哋嘅年代嘅裏邊，係去建立我哋當中嘅小孩子，讓佢哋成為一個美好嘅好似提摩太一樣嘅使命門徒。就係你都係幫助我哋，我哋唔係靠我哋自己，我哋靠祈禱同埋喺聖靈當中俾我哋嘅工作。就係我哋都係知道喺過去嘅日子，我哋已經係建立咗一條龍服務啦。有唔同嘅團契啦，我哋唔同嘅崇拜，但係我哋都係覺得做得唔夠，我哋要更加係幫助咧我哋當中嘅家庭，特別係年輕家庭，點樣嘅喺家庭裏邊係去更加造就嘅門徒。神啊，俾我哋每一個人都讓我哋能夠係彼此嘅係有祝福啦，彼此係有同理心。特別係建立小孩子，佢哋從小佢哋喺神裏邊嘅佢哋嘅身份啦，佢哋嘅歸屬感同埋佢哋嘅使命，就係幫助我哋嘅教會成為一個你所喜悅嘅使命教會。祝福我哋使命嘅母親，奉耶穌基督名求。
好多謝牧師今日講呢個 M&M， 使我能夠再次思考我點樣作為一個點樣做好一個母親嚇，我都要多啲為我個女嚟禱告，而且係靠住神嘅愛嚟先至可以完成呢件作為一個 missional mother 嘅呢個使命。大家請起身，我哋唱《奇異的愛》。怎能如此將我這樣罪人，也蒙寶血救贖大人，主為我受痛苦鞭傷，也為我死在十架上，奇異的愛怎能如此？主我實為我受死，奇異的愛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為我死，何等奇妙，永生主竟受死，有誰能解釋這奧秘？神聖之愛共闊心腸，最高天使也能測量，上主憐憫超過太上，世人都當敬拜敬仰，奇異的愛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為我死，我主離開天上寶座榮華，無量人為爸爸賜下，獻比血記獻將慈愛，流血救贖亞當後代。恩典憐憫無邊無涯，誰人像我竟蒙厚愛？奇異的愛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為我死。我領受困，多年在牢獄中，被罪包圍，黑暗重重，轉眼發出復活榮光，我領受死，滿失光明，枷鎖脫落，心靈獲釋。我走起來，跟隨主行，奇異的愛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為我死，不再驚罪，心中除盡憂愁，我擁有主並他所有，主來生會讓他居首，全起衣袍，聖潔無咎，坦然無懼到寶座前，藉主救贖獲得冠冕，奇異的愛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為我死。請大家坐下。好，我哋為我哋嘅奉獻禱告啦。咁我哋作為唔單止係
使命嘅母親，每一位基督徒，我哋都係有使命嘅，所以我哋嘅使命都係體現喺我哋點樣去使用你金錢啊，我哋點樣看待神賜俾我哋嘅呢啲事物。咁我哋一齊禱告，父神，感謝你通過今日嘅講道提醒在座嘅女士，我哋都係，就算我哋唔係母親，但係我哋都可以做一位屬靈嘅母親。咁亦都我哋又帶住呢位咁樣嘅使命，去為咗主耶穌而活，讓更多嘅人去因為我哋生命嘅見證，可以更好咁認識主耶穌，可以更好咁喺主耶穌嘅話語當中成長。咁亦都幫助我哋在座每一位啦，喺看待我哋金錢當中，都係帶住咁樣嘅使命，知道我哋所擁有一切都係從神而嚟嘅，係神所祝福嘅，讓我哋有一個願意去奉獻嘅心，帶住使命去奉獻，求神你悅納，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Next slide。好，咁我哋一齊起立，我哋用主禱文嚟結束我哋今日嘅聚會。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好，我為大家祝福禱告。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完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責。我哋彼此祝福。願主耶穌基督的慈愛、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眾人同在。阿門。好，咁我哋今日係弟兄準備嘅茶點，我哋去大家傾下偈。